頭先講青少年吸毒嘅問題，有一個同學話：佢話青少年吸毒其實唔係反映毒品嘅毒害，只係反映社會嘅毒。因為喺呢個制度之下，佢哋明天係冇希望。而家個政制確實係向財團傾側，政制受制於圈子嘅利益，市民幾勤力脫貧都好困難。有積蓄嘅市民都可以變做貧民，一鋪清袋。有道理冇地方講，雷曼嘅市民、雷曼苦主要以死申冤。特首，你可唔可以盡忠職守，為香港人同北京講，佢哋喺民主進程嗰度係有一個盲點，係唯有2012落實雙普選，先正可以解決到香港嘅管治問題。你點解一直冇同北京講清楚呢一點呢？點解你係會不盡忠職守，冇為香港人去說話呢？行政長官，我喺一個開場白嗰度講好清楚，喺對於香港爭取普選、落實普選嘅安排，我任內我做咗我自己份內嘅功夫。我哋咧爭取到呢一個普選嘅時間表，喺2017年呢，我哋會以後進行呢一個普選行政長官。喺2020年呢，我哋最早可以普選呢一個立法會。對於呢一個2012年嘅雙普選嘅要求呢，呢個已經喺人大決定呢就係否定咗嘅。呢個呢，我好相信，我已經講得好清清楚楚，唔可以再爭持，而家爭持亦都冇嘅用處。而家我哋最重要嘅目標、最緊要嘅工作就係朝向2017年嘅普選嘅安排。我哋用乜嘢嘅方法最緊要做好呢樣嘢呢？我相信時間都唔係好多嘅。如果我哋仲喺堅持住喺已經解決咗問題之後，再喺度鬥爭嘅話呢，往往我哋得唔到真係最好嘅結果。而家我哋要面對嘅樣嘢都唔少困難嘅。頭先我所講，要達到全體嘅議員2/3嘅議員能夠牽動改動我哋嘅選舉嘅安排，係需要時間，係需要忍耐，更加需要妥協，先至得到呢個結果嘅。我哋而家應該最重要全民嘅目標就係要集中我哋嘅注意力，集中研究點樣能夠喺呢一個2012年可以一個好好嘅安排，能夠引導到下一屆嘅政府再一屆嘅選舉嘅時候，2017年嘅時候呢，我哋順利用全民普選嘅方法選出我哋行政長官。我覺得咁樣係先最有建設性嘅做法咯。行政長官嘅職責唔係聽北京話，唔係淨係聽阿爺嘅意旨，仲要好如實向中央政府指出而家施政嘅困難，講出佢哋確實係有一個盲點。我想請問行政長官，如果你淨係聽從北京嘅意旨，係咪就任由香港人為而家傾斜去財團嘅政策，要多忍受貧富懸殊，捱多10年，甚至係20年呢？唔該，主席。行政長官，我冇乜嘢補充，多謝主席。石禮謙議員。